這個人我根本就管不了，他每天根本就不在家待着，又不听我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，必須讓他跟那些女人斷了來往。還有，你給我記住，你不許跟他上床。像顧西城這樣的男人，也就你能把他當個寶。喂，醫生，我想問一下，我的預約時間能不能提前？不太好，還得等幾天。還要等？能不能盡快？你覺得我穿這件怎麼樣？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出去玩？你腦子是不是有問題啊？我不出去玩，我幹嘛？我的意思是說，你每天都出去玩，晚上不睡覺，对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？在家睡会儿覺多好啊！你是不是對我有想法？我不出去幹嘛？在家陪你啊？咱們之前可是說好了的，結婚之後誰也不要干涉对方的私人生活。誰想管你了？我才用不着你陪呢。就是你，你可以在家陪陪老夫人吧。哎，我没結婚之前，我奶奶没說過要我陪她呀。你想讓我在家陪你吧？想讓那就直說呀。顧西城，你少臭屁了好不好？我告訴你，你每天都不回来，我才高興。好啊，那不更好了？那么请你出去，我要換衣服。喂，怎麼着？女孩們都到了，太棒了！让他們再等一會兒，我馬上就到啊！今天晚上我要來個饕餮盛宴啊！大嫂，大嫂請坐。大嫂，来人上场。啊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一點兒都不客氣。這好像就是你自己想啊。對不起，大桑。那個看樣子你好像經常來家裡玩吧？那你跟西城應該是好朋友。西城是我大哥，所以您是我大嫂。見過大嫂。对，你說的都对。